动算，动算，动算，动算。那我们台湾要赢，我们基隆要先赢，在这个台湾头。那我也很高兴，我们在地的立委蔡适应是一个年轻有干劲。那在过去的任期跟我们的市长，我们的右昌一起努力让我们现在的基隆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每一个来到基隆人都感觉到基隆的改变真的很大，而且在脱胎换骨当中那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蔡适应可以顺利连任，跟我们右昌市长一起继续联手，让我们的基隆能够快速的脱胎换骨，真正的回到我们台湾头，台湾的最重要的门户他在担任立委的期间他是在我们的外交国防委员会所以他的任务其实跟总统的职务其实是非常相关的，所以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都密切的合作那我也非常感谢我们蔡适应委员在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对于我们国建国造还有很多国防自主的这些计划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支持好，那我们民进党继续来为我们国会来去加油。那会不会担心其他党内立委可能有点奇怪？不会啦，我们很多立委去登记，我们都有很重量级的这个我们的党内的同志去作陪。那这里是台湾头嘛，不一样，而且他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帮助我最多，所以我一定要来给他加油打气。这当然都是总统的重要的工作了不过我相信总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要兑现自己对选民的承诺嘛，要有诚信，而且要守住自己的岗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这个任何的政党在提名他的不分区的时候都应该要思考，就是说他这一张提名的人选是不是社会都可以支持的，社会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所提出来的名单嘛那我们在整个提名的过程中，民进党也都体认到这一张名单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再讨论，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这一张名单可以体现一个政党的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这张名单里面有很多具有社会的代表性的提名人那包括就是说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的价值或者他们的专业那这些都是我们考虑的，而且我们都把他们列在安全名单的前段那至于政治人物呢，我们所提名的都是有政治经验熟悉民进党的政策取向跟目标，那也熟悉立法院的运作的我们的政治同志所以我们是很努力的提出一张社会可以认同的名单。那现在这个李姓屋主被查出是李嘉芬的妹妹的房子，那外界就有质疑说是不是借人头来炒房，您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多做评论了那这个事情还是要当事人自己把事情说清楚嘛那这也是攸关政治人物诚信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在我的申报的过程中都申报过了而且地址什么都有那你要查都可以去查，这个没什么问题的。总统府分区吴敦义说是从你官邸里面瞧出来的，他说他们是公平公正投票，反而你们就是瞧出来。我们这也有中执会的同意那重点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这张名单是讨论的很久那党内的不同的意见其实都经过了一个整合的程序那最后当然要去征询一下总统，尤其是总统候选人的意见，因为这个跟总统的选举也相关嘛。那我真的是很感谢他们在最后拍板之前
到官邸来让我有一个表示意见的这个机会嘛，因为他们有尊重到一个做总统候选人他的意见。